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你闻看卖，这是啥物果树？啊，你内行开就知影。这哦，来，伫遮灵应掌。你掠这敢若5月这有咧生长着灵应掌吗？灵应哦，哇！我甲你讲，即摆一年四季除了冬天以外，其他咱台湾拢有通有。出名灵应上有名的是倒位呢？就是咱台湾东山，无毋对，你来看，这就是咱东山这条路顶头，拢一寡啦灵应掌。今仔日咱哪敢若讲灵应掌，咱也毋是咧做食的节目，主要是要甲你讲，有一阵生态教授啊，甲咱农民要来通力合作，对着咱的灵应来做，对着全球暖化要来遏制。那么而且呢，佫会当做所谓的碳捕捉，佫这是啥物物件？甲着培灵应有啥物关系？台湾新眼界，斗阵来看新灵应。哎，这是啥物件？这毋是好，就我来讲，课上伫我遮，课上你好，你好，课上，咱这园差有几家己的？哦，这吼，东山的营养足济，啊，若个人拢差不多有2家至3家迄个营养瓶呢。所以若甲营养期到吼，大家拢无时间。所以吼，这个产业若无改变吼，少人无照做，因为迄培营养培一培啊几礼拜啊。哦，惊死人！啊，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改培变。灵应已经6天7暝嘛，惊死人！啊，所以传统培造就是安尼啊，所以要安怎去改善这个问题，就是所以交生态这边一直咧。是，啊，咱这场哦，看起来我会记，咱若要真正要来做菜果的，拢是较矮、较歪起的、较矮了呢。啊，这哪会较无啊矮？哦，这场因拄啊伫竹毛骹。啊，所以伊成长较慢，啊，所以今仔来才有迄个口福，啊，伊拄啊成长较慢，拄啊伫咧竹毛骹啦。对。哦，但是伊嘛无啊，伊真悬的，伊比普通的较悬的。较悬啊！啊，因为你若搁加落来，伊竹毛规拢炸掉，伊就无法度迄个啊，果树无露水、无阳光。所以你也有用温哦，伤较大啦吼。对。啊，所以咱来先来采一下。好。来，我看你先采吼。好，咱即摆吼，这一边刀片，一边咧夹的。啊，你就是安尼，家拄落，哦，加落，拄落，嘿，啊加落，啊夹落来，啊家我唔通调整，我调整这，这，啊！你就是夹啊唔着平，夹啊唔着平对，你是专工做的错误示范。是，爱安尼，对，所以啊一定要拄入去，爱垂直哦。安尼才会省力，处伊会加袂迄个，啊弹落伊就夹的，啊，处，垂直，哎，对，垂直，嘿，压落，夹落，弹落，哦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安尼吼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哇，这看起来呢，灵灵的吼，这大粒呢，这算做差不多爱成长伫树顶啊偌久。为农历的过年了开始开花，2月开花，啊，所以加像即马咱就已经加8月啊嘛，哈，哦，7月底啊嘛，所以伊爱成长将近要开半冬，开半冬，而且伊一年一收的物件，一年敢若一收嘛，吼。对，我先食看卖，好。哦，这甜度有14、15哦，敢有？有，因为伊无含酸啦，所以伊营养一般伊的甜度甲17、18滴的。啊，当然交品种交伊的熟成度有关系。啊，咱一般来讲吼，你这的园是，我听讲也有迄个较青，对，较青，啊较无青，迄是啥物分别啊？这样是品种，这样的海拔高气候，较高海拔顶悬，
伊的日照较短，啊温度嘛较低，啊，所以壳路就较青脆。哦，啊，但是甜度咧，甜度一般来讲，愈炎热，伊的甜度会愈水。哦，啊，但系听讲雨水较高，嘛会较无甜咧。嘿，对，内行诶，伊会稀释掉。啊，那一般咱这矮化是要安怎来，互伊变得较矮啊，较好采？哦，一般来讲，就是第细长的时阵，伊会甲伊雕线开去，哦，来甲条甲掀落开安尼，嘿，甲伊雕线落开去，哈，哦，牵连。啊，过来就是伊杜中基，就是徛基，土长枝啊，大中基啦，对，吼，爱甲切掉。啊，甲切掉，对，伊切掉了后，伊才会断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安尼变安尼，嘿本来是安尼安尼对。哦，所以是咧用这矮化，安尼拉剪就对啊。对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这丛是较悬的，敢有较矮的当来采？哦，较矮会当来采，就是因为较矮拢采完，遐一丛会当采。哦，啊，早期的较悬分分啊。哦，啊尾期这丛的，嗯对。哦，这路边就有安尼吼。嘿对。但是我这一看就感觉讲，因会放较久的感觉呢吼。哦，一般来讲，咱咧采收今年的量济，所以大家压较袂起。啊，大家咧采收，因为即个肥的问题，伊大细粒无共品种，伊会无同齐搭。啊，所以传统肥皂即个缺点，伊就是吼大细粒参除了无共品种，伊会无同齐。对。哦，就较麻烦。对。哦，啊，这就较细粒。对。我食看卖。嗯，有甜耶。嘿，已经较袂甜啊，因为伊营养若到13色过了，伊会慢慢退甘，甜度会退甘就会甜度。退甘哦。对。啊，走去倒位？走树啊收倒转。树啊收倒转去啊？嘿对。哦，真厉害！啊，收倒转去是讲，哦啦，啊，你就无爱采啊，我就是规矩收的，做过冬啊呢。对，伊的营养就收倒转，啊对，营养就落掉。哦，所以也有这种啊，所以鸟啊袂来毒呢。我看这鸟来毒的这。因为即马山区营养济，所以还佫有通食。啊，慢慢若无了，伊就来食。伊就拿来食。对对对。无鱼虾嘛好的概念。对。所以咱这一般吼，咱即马开始应该，你就你头下讲，咱咧培营养的时阵，嘛爱先甲分级。无，一般无咧分级。无咧分级。无咧分级，因为分级伤搞工。但是咱新的即个咧培设备，就是讲你无淡大粒，但伊会当分级。就是讲你若培2工到，细粒已经大，你先甲伊分级出来。哦，会当先减去。嘿对。啊，其他迄个部分较粒的，咱再拖时间继续。即袂像传统肥皂，细粒伤大，大粒佫袂大，啊有诶糊，有诶是安尼定条条。对对。哦，这古早式，啊，即马还佫有新式的，开始大家有研究。哦，这无共款，所以这长算做是讲做鉴本，互咱来看，放较久啊，就较无啊甜啊。对。那一般你若像这种的是安怎挑过去放去遮，还是讲拄啊好无场地无去遐采？伊这无共品系，啊，所以无共品系，咱传统肥皂较歹去克服这，伊的共品种做就要压。啊，所以这阵无共品种呢，伊即马老到尾也退甘，退甘了，迄个商品价值就较歹。哦，所以若是有人，譬如讲，若来采蜜的人呢，采蜜差不多第三个4个。第2、3月，迄阵营养大拍花的时阵，迎花的时阵，迄阵来采蜜。哦，啊，我头问者吼，咱一般人真好奇，咱若放互人采蜜的时阵，是伊爱互咱钱，还是咱爱互伊钱啊？一般来讲，蜂农交咱农场咧配合银行咧配合，就是讲，伊来摘做你的场所，啊，伊会一寡蜂蜜，来回馈啦，对，回馈互你安尼，算并无节日甲金钱的部分。哦，就算在敢若抽植物水啊，对，加减啊，啊，这2罐啊，互你啊，营养蜜啊，安尼。因为伊会造成咱即个饮品作业的不便。
哦，咱就掠做讲啊来放，到底我嘛分袂清楚，是会帮助咱来结籽嘛？伊嘛会帮助伊授粉，凝英嘛有法度靠花授粉。啊，凝英本来本身就通靠花来授粉啊。对，伊风头的。伊风头就伊就授粉。对。哦，咱来迫不及待哦，来看讲新色的、甲旧色的，即摆是安怎来培凝英？吼，咱来看培凝英。科长，但这个流程是咧创啥？就是咱来种。咱得初整理。一般要去培稻，这叶啊，传统培稻这叶啊袂使入，叶啊入去伤大，伊会倒火，火煮落会倒下。那是会挖去啊。对，过来就是这款饲料这下拍，这个浪费热量甲空间嘛足落。过来就是这歹粒、歹去的粒啊，这是都要收掉。那袂使去。对，无影响到规个品质。是做这所以但是咱头仔收的也有较无甜的，也有较甜的，都不要紧。一般来讲是，所以不过咱有讲到，咧培的时阵，拢会共品种。共品种就去培。对，这就培，这就会。但是大小先不管。大小一般来讲会当那共品种会差别较侪啦，除非你是无共片。那共片共迄个纬度共迄海拔，水文条件就可能较大小咧，大小的也无较济啦。对，伊会较少安尼。哦，但是这安尼这人工爱用了真高哦。这个部分就是讲初整尔，伊唔免剪到足油，嘛无剪粒，伊是像安尼。一般来讲，一个落就4-5粒安尼，5-6粒安尼。所以你用人工的成分又够算起，你整个流程爱差不多占完。几个%哦？咱若一般来讲，若是培1礼拜，7天6暝，那么这个人工的部分将近要占50%，就是这个过程内底，所有的过程内底占到50%。哦，真够工的吼！真够工，相当的够工。所以少年人这个部分若是无主动，而且是有困难。我同做。科长，咱今年会数偌济？62啊。62啊！啊，恁后的敢有要来接？无。安怎甲苦干了无效哦？艰苦佫忝啊！外口上班就较好啊。对啊。吼。对啊。过来，就是讲，这个过程若当主动，这部分若当主动，伊啊少年人接的意愿就较悬。就咁样啦。所以咱才引进这生态吼，看有当啊。各个流程给咱做改善，而且对着地球的暖化吼，咱来做贡献吼。这就是第2个流程。对。刷来就是爱起边，来烘焙了后，再送去遐嘛吼。对，这加了咱就送入去培稻。送入去培稻开始培嘛，过来每一工拢爱冰培。冰培就是。甲前后左右位置调换。无火安尼，有诶拢是较旺诶，有诶。对，因为咱传统培稻，伊每一叶诶热度无共款。你若讲共款伫迄搭，而且顶下佫无换，下骹面诶臭火大，面顶也袂好。是。咱就先来看传统式诶培稻。好。你看这是倒位？头早我是炼英叶啊，互你片，即马是炼英茶互你片。这是什么所在？你甲看，吼，甲涂甲涂甲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请科长你甲咱解说一下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足传统的培稻叶，培英英的所在。哇！所以即马是还搁咧起火，还是火拍花？咱即马是起火烘一工了，要冰培，所以把火抽出来外。小可抽出来。哦，内面安尼。等冰培完成了，才去塞倒入去继续烘。所以差不多安尼，敢有通控制伊的温度？要讲精准是无法度，但是就是讲。较经验嘛。对，较经验，即款就是用摸索的安尼，就是经验。所以这个已经是烧一工一暝对。这个也未起来。这是人啊，咱早也无啊，整理了就是倒落去。倒了。对，倒了准备就好。
哦，所以咱今摆来先来看人冰杯，嘿对，再来看人就了。落了再拄啊已经抽了，好，嘿，咱先来看人冰杯。嘿对，来顶头看，看这传统的咱这个冰杯吼，看安怎冰，这其实呢有技巧，啊做来真幼咯，来看。这口是还无起火嘛？这口未起火，这口等下才要起火。啊是。啊，迄口已经。迄口已经起火，迄草几工啊？一工吼，一工就小可沉落去。死就对，伊会死落。甚至你若讲比较用较白白吼，伊照常死着都是差不多是1年前的呢。迄口差不多即马几度？没有，啊，差不多60、50。老60吼。啊，这个用经验来判断啦吼。嘿，可能拢爱，可能这炖几个大粒的吼，一定拢爱落1礼拜。1礼拜吼。那早6工7工这脚头啊。嘿，头6工7工。我来摸看嘛，看会烧啊袂烧？诶，温度会烧。会烧吼，这摸落会烧呢吼。伊拢迄行会打的，袂着碰拍到遐啦，袂烫着啦，袂烫着吼。袂烫着，我再来袂烫着。试看卖。来，迄边试看。头要小心哦，我人话放心，袂去定。较古早厝吼，啊头家要注意。等下要冰杯啊嘿。哎呦，温呢？对呀，嘿，哦，伊这已经有退火，所以准备要冰杯，所以较无遐烧。下骹的火爱先摕着。有影小可温的。但是肉伫手底吼，内面的这籽吼，内面的肉吼，去透这个温度烧度出来。试食看嘛。试试看。嘿，这个时阵，甜甜啊，搁迄个搁温。嗯。美味しい。歹呢吼。赞。不一样的口味，跟青林镜不一样。青林镜无共啊吼。哎，不一样的口哎，味。搁一个青草味，啊，这没有。这种无呢。嘿对。这韩国吼，啊有的爱食安尼，哦他喜欢吃这种口味。小轮会食袂歹呢吼。对，他喜欢吃这种口味。这个内才有呢。这内才有呢。嘿呢，毋是讲迄一般你外口对啊，外口无呢。有影呢。哎，这口味袂歹。哎，不一样啊。嗯。这是安怎冰杯？就是讲，咱所有被灶内底各角各所在的点的温度拢无共。哦，啊，温度无共，啊，而且冰的温度嘛无共，所以你爱甲伊冰互焦，甲头前调去后壁，甲位置交换，啊，上下调换。安尼换轮胎咧啊。哎，啊你安尼起来吼，伊的温度受热的较会均匀，啊起来，伊每一粒伊的受火，哦受温度，啊伊较会平均安尼。啊无你拢伫下底炒火干，啊面顶拢背袂着安尼，啊背袂着面顶上淡，啊下底炒火干。啊，所以爱顶下沿分开，先甲翘起来。哎顶下沿翘起来，顶关沿沿翘。翘起来。哎对。啊，这个甲放在后边的下底，第二层在第二层，啊，下面的在上面。哎，你讲这吼，这真够工啊，而且吼，咱初入来敢若趣味，对不对？我徛5点钟，5分钟就开始大粒汗、细粒汗。伊即马火甲摕起来，伊若遐起落，规个分面磅的时，你是干流目屎的。哦，你感动甲真正好，流目屎，搁流鼻水哦。这有影的，少啊咸的味已经走出来。茶味啊。嘿，啊，这个一沿一沿补起来，因为顶关沿即马是上受这上低嘛，啊，过来中沿，过来下底沿，啊，这样只会补起来上面顶的，才刷去迄边的上下底安尼。所以迄个位置爱全部拢交换。
啊，这个一个培植草安尼，你个冰培的时阵，草爱偌久的时间啊？啊，差半点钟至1点钟，看骹手，骹手啊，较够工。你若要打的时阵，就较紧。哦，是啦。啊嘛爱看天呢，像今仔是好时好日，啊，佫袂落雨呢。啊，知影恁要来，哦，知影要来吼。哦，啊，这若落雨的时阵，又佫是无共款哦。哦，路你这灶内底无关系啦，甲这灶较无关系哦，这应也袂要破入来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的基台就是咧主动做这个动作，咧分啦吼，冰杯，冰培吼伊。伫遐等，嘿所以伊伫遐敲，这大用刚刚，毋免人工个冰杯啊。这了安尼差不多，第一个，啊，这换做第二个。分做3元。哇！这要一窟了后，我就差不多倒去了。真的，咱这饲后龟也无法度，所以少年转来，即几个经验修完了就出去，看迄就惊啦，做就变得有影看迄就惊啦。啊，敢有通啊，拢落爱用手工的吼，无法度用铲的，啊，啥拢无法度，会破去吼。有较新的，就是咱拄啊伫3间上开农场，伊迄用天车吊，用天车吊，嘿，伊一站一站，啊顶的吊嘛，啊倒过安尼，啊这是用人工，这是传统的啦。对，所以你看伊的这个肥皂饼、肥皂花，这拢要搁涂的，嘿，啊慢慢较新的，对，较新的伊会用水泥用砖啊，对，用空骨力，对。所以是慢慢背，这基调会开始落落落。嘿，对，吼。啊，咱迄个新的基台吼，伊这个基调自动落出来，伊会落出来。有芳会当落出来。嘿，对，伊会一个期间，伊这卤味了会当脱离了，你着甲迄个落出来的小门开开。哎，等几年啊，这款基调自动家己落出来。哎哦，就咱头头有看到。对，肉油啊伫。对，啊，所以伊遐就有一个咧新落来的料的所在，啊，你着甲伊做起来，嘿，较袂重复这基调伫遮呢。啊，一了一了安尼来替换啦吼。交换，顶悬的落去下底，嗨，嘿，啊下底起来顶悬，啊头前的来后壁，是。所以你讲这人头早做对，啊过来，你唔通看呢，虽然安怎用嘛无法度食，你也交互机器，拢伫遐冰，也喺冰啊，我头头偌久，我1点钟，我10分钟拢伫遐冰杯啊，所以受力的均匀，哦安尼受热也的均匀，安尼起来就无这个不均匀的问题。这顶头用就对，啊这摆来看我这个。中原的。哦，你看，伊咧，所以你唔通看农民做粗的工课，但是咧做这款油路，粗中带油啦，嘿。嘿，你看这种油啊，一烟一烟安尼，哦，看了足感动的，开始。这还佫无烟呢，嘿，还佫无烟就开始流目屎啊！哦，这若有烟是吧？10秒你就知影，啊1分钟你就站袂调。你看无新的元素加入，无创新，你讲啥人这要安怎做？无可能。啊，这背经验，这个产业要安怎个继续用死落？无法度传承。啊，这产业要继续落，就是要有新的元素。啊，这个产业跟中国迄边敢有咧竞争者？因的栽培吼，也无像咱台湾这个栽培遮尔迄个遮尔系统性。嘿对，系统性啦，啊个迄个品质对，迄个成熟度拢无法度，因的技术也佫无遐成熟。是。但是伊嘛有冷饮瓜嘛吼。
有，因的银瓜大约是惊讲成8肉才起来飞。哦，伊拢先8嘛，才咱这有几种系统，台湾是烘了才8肉，啊，伫泰国、伫大陆，伊是成8肉才起来烘，所以伊的香气不一样。所以这咱某种程度还佫有这个竞争力伫的啦，吼。有，因咱的品种栽培，咱的猎头，包括咱全国，咱的猎头，大小，猎头吼。对，包括讲，你看台中啊、啥货种种，也是咱东山的猎头较水，猎头较大。这个一方土水，养一方人。哎，对，啊，环境条件嘛，环境条件无。咱的环境条件，啊，得比较适当，啊，咱的栽培管理嘛比较，因为因迄边的含水分较悬，咱遮若是2斤8，就当赔1斤，甲嘉义就要3斤啊，去到台中南投就要3斤半、3斤3，才赔了1斤。哦，是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咱东山的中国，咱东山的银壳的品质上好，是就是这样。所以这若毋是讲你有咧认真拍拼，你嘛要看讲这个土水，一方土水一方人吼，看有啥做无。我本来也未来的时候，我想讲，无互我来试看卖。来，我看查有10分钟了，我继续看就好啊。哦，买命哦，买命哦！我这腰才拄啊好咧，真正是这无练过也有法度哦。啊，你有够用呢？70岁啊，一尾活龄。70才开始尔。 70才开始哦。真正一尾活龄硬哦，一尾活龄。啊，拢有咧食银肉，银肉煲。哎，对。这徛喺中啊，这一直演一直穿起来呢，吼！你毋通看无嘛是拢一直穿起来呢。咱的新的机器的这个粉尘，咧背这个粉尘，所以不管是伫遐边背，啊，咱是内心还是管路嘛，所以咱就是要甲迄个粉尘收集了。所以其实这嘛有营养伫的呢。有啊，这有粉尘啊，而且伊伫内底滚动哦，伊就有迄个互相摩擦，伊就有清洁功能啊，啊，甲迄个粉尘去收集起来，安尼伊会较清气。较袂像咱拄仔摸落安尼，拢土粉啊，会感觉呢吼。因为本身哦，伊硬本身伊的壳就大粉，所以粉壳，所以粉壳伊大的粉就较济。较济。哎对。哦。啊，两人一组落当做一捆。对。啊，一个做着较，你就爱爬起爬落啊。吼。嘿。较艰苦，啊，所以拢一对手安尼。所以你也看，这做事的阿某感情拢足好。你啊，无我就唔插你啊，你要甲伊做。你若无好人讲，是毋是？大姐是毋是安尼？是吼。啊，伊顺续练这个腰力啊，哦。小茶是因为伊传统，伊起来是一个炭皮烟熏类。啊，你若是卖用这个烟入去熏，伊起来就是一个蜜香凝硬的原始的香味啊。所以阮即马单变做有这使用感，互伊自动，互伊省人工啊省力安尼，安尼起来了，少人才有法度食。阮这代希望讲，卖直接当，这产业会当落安尼。咱他看到这个旧式的烘焙，也有咧翻焙，吼，也有咧讲这个过去是安怎咧创，但是伊对着啦生态，对着人体，总是有一寡冲击，所以教授因就开始呢做一下新式的机器，甚至乃至到第2期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这碳捕捉，甲咧烟尘啊，拢甲收起来。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咱先来看新式的这个烘焙机来遮看。郭生，即摆咱开始要落了吼，来，咱来试看卖。哦，这个机器看起来敢若烘翻袂不止呢吼。咱规个坚果类拢会当烘。哦，核桃啦，这个花生这类的拢会烘着。哦是哦。对。啊，烘肉会使袂？
行吧有法度。冇我的，来，咱即马就是拄啊吼，迄小姐，因咱查甫人啊严严啊，这初整呢较轻巧会放吼，迄个小姐去做。伊煎啊差不多啊。对，伊即马初整好了，啊，咱就甲伊倒落来，吼，倒落入去安尼，哦，安尼。嘿，哦，你这机器内面不加清气。嘿。这每一遍做了拢爱清，哦，每一遍做了拢爱清。对，安尼才会当保持咱物件的品质安尼。好说。哦，啊，这个看起来嘿。对，啊，这样就会当好了，咱就会当家看起来。哦。我这门不加重呢。这做保温，做保温的。嘿，做隔音。这内面才温度才几度？这温度就是讲看你烘的时间，一般来讲拢保持在60-70度安尼。60-70度。对，啊，算做低温的哦。半低温，对行业来讲已经算高温。算高温啊。有自动咧变配，所以温度会较高。啊，若传统配灶，伊才50度来使，袂影响烧，因为伊无。下骹就臭味大。嘿，对。啊，咱敢落来灌烟落去？咱灌烧风入去。灌烧风去。啊。交老师这合作这是一个承载体，伊全自动。啊，咱的热源反热源的部分，热源你会当选择，咱这是模拟迄个肥皂，传统的肥皂，哦，这传统的肥皂。啊，过来就是你嘛会当用电，会当用瓦斯，会当用天然气。啊，迄喷气要对倒来？喷气来讲，就是讲你若是用洁净能源无香茶，伊的喷气是本身硬硬的带味蜜香。很有关系的香，佮另外一种气味。对，啊，你若茶就得炭皮。啊，茶入去了，你要安怎？伊总是袂当茶啊，放伫内面嘛。对。啊，所以就要用这，就要接在内面。对，接在内面。机器内底。哦，我规气来问老师看卖啦，吼，老师，你甲咱讲吼，这个想法哦，对着传统，咱也开我看到传统，啊，这新鲜的物件，上主要差别在哪里啊？啊，咱营养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古早吼。不管什么人，拢甲你讲，一定爱用营养茶落去下，才有味啦。啊，不过你就知影，咱政府含全世界吼，拢伫连结嘛，吼，拢接做伙。什么低碳排，就是讲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吼，一定爱加嘛。啊，所以这嘛是咱日本教授吼，来台湾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嘛。所以，阮即马一对合作的，就是这个全球暖化。啊，佮有全球变迁，然后要哪互即个二氧化碳吼 CO2 的排放降低落来。啊，这小可科学，啊科学了才会当来含这个农民吼来扩散，来连接嘛。OK， 啊，所以就讲，我是你会当讲我出一支嘴啦，真正咧做的是伊啦。出头壳啦。啊，咱会当小可请教教授讲吼。对台湾开始做这啊，日本方面有开始相当在农民之间有做这工作，还是讲咱台湾做这是会使讲是世界领先的，还是安怎？请教授来讲。我先介绍一个哦，咱的迄个五条诀窍的印书啦，其实伊是迄个梵蒂冈的印书。哇！所以啲核准吼是非常咧悬啦。哦，核准地位真重要真悬。啊，所以在台湾吼，就咱政府就是即马用玉山学者的名义吼，请伊来，请老师，而且是咱台湾最高级的一个尔，就是伊。免那甲台湾的经验和日本的经验做一个连接。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activities in Japan for making effort for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. But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have a rich biodiversity here. I think it's a typical subtropical forest. Then, they are making dragon fruits and roasting. Then they are faced by pollution. Then I think as a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, I think Professor Jan and his colleagues are trying to collaborate together to make an effort for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. I think such an intima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agriculture producers may be very rare case even in Japan. And therefore, I think you are facing very interesting situation that one hand you have a tremendo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, maybe world,
advancing the industry. The other hand, you have this kind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, but by utilizing a rich of biodiversity. This is really nice, but still,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rooms where you have to work on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.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ould be a very, very good examples, not only in Taiwan, maybe in Japan, maybe the rest of the world. So，蒋老师，你先给咱观众朋友小小解，他段老师所讲的这个重点吼，也有讲到讲这个全球暖化，啊，乃至到讲讲咱台湾半导体安怎，你讲互咱听者。伊一开始吼，其实伊到台湾，甲吸引他来的哈，的原因吼，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，就是 biodiversity。所以其实来到这个山顶，伊会再来，就讲哦，这个所在真水吼，啊多样性嘛真悬啦。所以就上去对呢，伊的故乡九州，OK， 啊，所以伊印象就已经足深啊。啊，来到这阵吼，咱已经伫过去5冬6冬哦，我一直含风浪，伊真正咧做啦。OK， 所以因为最近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愈来愈好嘛，伊就讲台湾人吼，毋是干那有这个有半导体护国神山吼，咱有另外一座的护国神山，就是咱的农业。啊，毋过咱基本上较少去熟悉。对。啊，所以咧农产品吼，比如讲安尼的物件，会当互日本人来欣赏袂。啊，所以介重要一点就是讲，你会当含国际会当连接无？吼，尤其即马吼，这低碳排是足重要的课题啦。不管政府，咱的政府、日本政府、全世界，大家拢是咧关心。是。啊，一个较趣味的问题，要请教先生吼。日本人敢有爱食这个灵眼瓜 Okay. So, do Japanese like the dry dragon eye? Yes, I believe so. Yes. Sometimes I ate it, but I did not know. In this area, such ki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re producing those dragon fruits, particularly dried one. 所以哦，扩散话来讲，人讲哦，日本人哦，只是唔知影讲过去，唔知影讲这有这个灵眼嘛。所以若是袂去到日本哦，应该日本人爱食哦。你会当出国比赛，会当出国比赛哦。袂去到日本人哦，来试食看卖哦。真趣味吼。上尾一个问题要请教吼，蒋老师吼。咱除了做这，我搁知影讲安搁有日期的，你要甲这个粉尘啊，要甲收集起来。对，这就是教授头拄仔你我问的问题，就讲咱这个粉尘吼。收集起来要做什么物件？是啊。So you were asking me when we collected the carbon, what we'll do in the future. Okay. Yeah, I think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, and one of them would be like a charcoal we call biochar. It can be, recycled of a fuel. So it is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. Therefore, even it's char, but still it's a tremendously contributing to a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, char. Very tasty. 真的哦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土壤的健康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用一个简单的想法，就是做来做去，不管做有机碳、无机碳，做农业，最重要就是回归到这个土壤的健康。当生活一直压肥。哦，这阮即马是做反对，就是讲，阮即马基本上无用化学肥，嘛无咧用这个杀草剂啦，迄个较害，连杀虫剂嘛做这个。灵眼拄好。灵眼拄好。哦，系啊。部长，咱咧种灵眼吼，一年项钱，敢有咧做化肥？一般来讲，那传统农业是做化肥。但是老师领导的团队，伊无希望阮用化肥，伊用微生物科技，做微生物肥料来做迄个，提供伊各样不同多样化的元素给这一个果实。甚至完全无毒的有机的啦。对，就是讲尽量做较友善，尽量就是讲化肥唔用，杀草剂绝对袂用，这是所坚持的。非常危险，还是危险，对。
实操这个危害是，当然危害是3、4当、10当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像咱的经验伫后壁咧种球啊，咱计卖用了，你即马连参甲啊，连蛇嘛拢转来啊。好，做简单的。啊，咱即摆来启动看，看这房价是啥物款吼。好，伊伫内底转，所以吼，伊会当清理。哎，不管是伫遐咧变培，伊伫遐生活，所以唔免人工去变。哦，哎啊，这先工哦。哎对，先工伊就自动变啊。啊，而且佫会当某种程度控制。哎对，啊，这内面是咱甲发得好，啊伊就照伊家己。哎对对，啊，你看你要啥物热源互伊，你嘛当传统的热源互伊，你嘛当用电的，平衡的。哎，啊你嘛当搭配，我暗时无爱顾火，哦，啊所以两项会当搭配，因为即马咱传统的迄个消费者，伊拢还佫习惯迄个烘茶的炭皮烟熏味，啊这部分可能慢慢会较改变啦，啊，但是目前是安尼，啊即款的消费迄个嘛取向嘛，哦，啊因就是爱佫有这个茶味。啊个科长，上下尾吼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咱到底你家己本身吼，因为你做这草有20-30档啊吧？嘿有这个火候烟味，有烧茶甲无烧茶，你家己感觉？烧茶是因为伊传统，啊传统是较早的即个农业、即个营养业伊的文化，因为伊拢活伫山区，啊山区即个营养较早大丛，啊慢慢矮化进程，伊就有足侪栽种。就近出菜啦。嘿，对，啊就伫遐行啊伫遐做迄个日用使用。啊，但是伊起来的味就是像烟前有火直接烘的，啊交果火去烘，伊同样道理。啊，所以就是伊起来是一个炭皮烟熏味。啊，你若是卖用即个烟入去熏，伊起来就是一个蜜香营养的元素的香味安尼。我个人实在的感觉是吼，我若背这个营养卡吼，啊，才摕这个营养来食，啊有食着，可能是手艺担着啦吼，啊所以食着这个这个香味。但事实上，咱食若是配好这个营养肉来食吼，伊是较食无这个茶的味啊，较无，较少较少吼。对。啊，所以我感觉慢慢吼，为着这个地球，我相信一般的民众会当慢慢来接受。对，我相信这慢慢这消费者的迄个会改变，啊嘛无茶当落去炒啊。所以爱地球食营养，会当来东山免烧茶，咱就来试看卖。咱一早起就来甲一连串看到咱东山地区啊，科长我甲你请教咱这地号名叫做啥物？盐坑啊，盐坑啊对。啊，毋那敢咱姓黄的，啊，佫真侪姓是。啊嘛，佫有客人伫的。有也佫足侪，因为较早是客人入来，客人先入来。对。so，啊，恁是第几代？阮这已经第3代啊。第3代啊，吼。是恁老爸迄代开始种灵应，还是阿公啊迄代？阿公就种一寡啊，爸迄代种上济。所以对你来讲，种这个灵应，敢有讲，那为这外口人来讲，这叫做使命感，还是讲你这跟你使命感无关系？你只是一个头路啊，就是会晓做这，啊，咱来猛做，你家己的感想？对我来讲，这个营养后壁会当用死落，这是我变做使命感嘛。因为阮这代有咧做，下一代已经断层啦。因为伊足耗费迄个人的力量、人工，啊，而且嘛足忝、足粗重，所以即马少年人无人要做。啊，所以阮即马就变做有这使命感，互伊自动，互伊省人工啊、省力安尼。安尼起来了，少年人才有法度食，啊无后摆食会当变做饭菜。啊，但是，譬如讲恁校的，恁校的可能也是30岁出头啊，出去食头路啊，啊，你即摆开始省人工，啊，去机械自动化，甚至科技化，你敢有想讲，也许也有一天伊转来看看的，讲这袂歹哦，这嘛会当来维持生活，你认为呢？
我认为有可能，因为咱家自动化，省人工省开发了，咱本身对经济产业，咱的工作寿命，咱会当延长5档至10档嘛。这5档至10档的家庭的变化，这少年人看，这会当省开力，佫自动，良率佫提高，良率提高，获利就增加嘛。是。增加了，那么伊就可以增加。你开始接触迄个张老师，因是超过5档。伊长期间这边来讲，伊有一个延续，因为生态这边即马是蒋老师因这个教授的团队，进前有一个消费中教授的团队因是一个搞一个安尼，每一种因带入来，伊有无共款的辅导安尼，所以伫长期间伫配合来，阮一直成长。所以，若像你这安尼，这个会所接受度有真悬吗？即马来慢慢来讲，对这接受度，我感觉讲慢慢这成绩若做出来，大家就看。对。知啊，今仔机啊规个刷定位，阮进前就伫别位试今仔刷定位了，我有足侪农民来看，咱有看到一寡毋是咱团队的农民来看。对。想讲加减探听者，看这是安怎？伊会当自动化呢，会当审查。审查这方面过去对恁来讲，你爱抾查、测查、收甲过嘛？对。我会记得我走20-30档进前来采访的时阵有人困伫迄个肥皂边呢。你敢有做过这种代志？我囡仔时就是安尼，困伫肥皂边洗身躯呢，才落去下底溪洗身躯安尼。所以伫这1-2个月内底，拢无当去厝里，拢伫肥皂了安尼。人送饭来安尼？伫遐煮尔，煮较简单的哇！但是收成的这个趁食敢有够野安尼？迄阵是。所以较早迄阵的物资较少，而且咱的生活费用开销嘛较低，所以遮山区遮足侪人，阮这边呢，拢这个经营这个产业饲大汉的。但是后壁慢慢来，就是讲伊足浪费人工，所以慢慢，而且伊当遮一收，当着风台这边来讲，这个气候对，所以即马生态这边。教授这边、蒋教授这边就讲这个气候咱有法度拍破，这个高树的变化，会当互伊唔免受到这个气候影响。上好尾一个问题你来做这，你敢有想讲咱即摆是咧种植，一个良善一个生产，乃至到后手这行销，你敢有想讲，我买搬商来收？我家己要来做网络，甚至开放某一区、某一项，互外口人会当进来采购，会当来闻咧。我感觉像阮这都市，阮这庄稼爽来到遮，哇，逐项最新鲜的。你家己敢有这种介绍？我感觉你这个建议真好啊！其实阮嘛应该朝向你咧讲的这个来行呢，就是讲慢慢部分来做树，或这个果树互人来采购，还是用果冻的方式，伊就来果冻，一丛一丛，你今年的经，你就是今年的果冻安尼，互你来采收。这袂歹，你听那天龙国的人讲，我伫东山有一丛灵英树，某米人咧甲我顾，我逐年来甲见面，来甲采购安尼，这大家才会都市人，甚至因是说才会甲这大自然亲近。你家己自细汉伫遮大汉，你敢有去外地工作？有。做过什么工作？半导体厂的工程师。你我都在像咧做工程师哦。是。做偌久？做20几档。做20几档哦。是。现在什么机缘转你著做工程师，去做就好啊。这就是你拄我讲迄个使命。我希望这个产业后边的人有法度接，因为传统肥皂少年人第顾无法度顾，过来卖袂好，品质歹，品质歹，迄个价小相差是2至3倍。你做做咧，
含工钱都无。啊，所以咱变有迄个使命，啊，这个产业要安怎互伊去延续？少年人愿意食，阮这代希望讲，莫伫遮等，这产业会当落样。哦，啊，迄阵是你感觉袂真拍算，我这半导体，即摆你超过几当进前摕落来5当前摕啦。 ？5当前哦，5当前当然无比即马讲安尼遮称啦吼，但迄阵是已经是盖称啊迄阵呢，嘛袂歹。迄阵嘛盖称啊呢吼。嗯，啊，这样的这营收的这个损失的收入的损失，你家己感觉有价值吗？有当时啊，即款毋是讲干那用金钱去衡量，我感觉讲上拄啊，主要咧讲的这个使命，哦啊，对地方有啥物点点啊微薄的贡献无安尼？啊，而且会当改变。哎对，你希望这个所在这个产业大家好，大家农民拢会当较生工生力啊，迄个利润佫会当较好啊。啊，我是迄个机电的工程师，尾后佫转环保的工程师退休的，所以我交蒋教授这边就是讲，咱安尼行有一寡分层，哦，咱爱顾有这个环保啊，节能减碳。哦，所以嘛是爱讲有小可背景的人，才有通啊结合起来呢吼。有会当去连接啦，吼，啊，这个才慢慢才有甲你这个点啊传出去，有成功概念，其他的人才会来看。是。问你一个较大的问题吼，咱整个东山地区吼，是会使讲是咱台湾即马领域的最大的山区啦吼。你会概念讲像恁这样的，啊，敢有更较少年的人踮遮这样做？有少，就少吼。因为转来做一遍，今年延期他转来，这期收了，这季收了1、2个月。走，对，惊就惊着，哦，惊就惊着。无眠无日。哦，咱的期待哦，有一天哦，看到不管是恁兜的是谁啊，还是讲吼恁孙，吼，还是讲慢慢有通来做公司化，哦，大家联合，啊有通来做科学性，会得来改变整个东山。我看你后加比，是，吼，那做观光啦，做休闲啦，做大家的这个体验啊，我相信拢有这个路通行。哦，我希望哦，明年佫转来看的时候，伊佫无共款。是，哦，安怎？台湾万航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咱看到这个灵影，看到一个新颖、新眼界，哦，新眼界的眼哦，真是龙眼。你就知影讲哦，咱过去敢若烧茶，即嘛就无共款。你毋通看讲哦，这个学医上安尼，嘿，人伊对科技啊转来他遮，会当运用，甲台湾整个的提升，这嘛是咱做这节目上重要的目的。这个新眼界哦，咱继续来找找更较多的新眼界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ね。嗯，赞。哦。